继续来看，有一个国际组织叫做全球气候甲能源市场联盟，最近因的官网竟然把台湾6岛的国籍标示为中国。6岛的市长昨暝联合发出条声明来抗议。外交部长吴钊燮今仔日表示，经过大家努力，联盟已经把名称改回中华台北。吴钊燮讲，真感谢6岛市长的团结。另外，针对着台湾甲美国建交这件代志，吴钊燮讲，外交部是一步一脚印，现阶段先把重点放伫个各方面，会当甲美国稳定来发展。部长可以冷静一下，因为今天一整天反对党会叫你明天就加入联合国，后天跟美国建交，然后下礼拜总统出席 APEC 会议哈，搞不好还跟中国宣战。外交部长吴钊燮面对民进党立委滚一个酸笑，因为伊接受美国全国公共电视台专访，表示目前未甲美国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，引起国内讨论。台美建交敢是最后的目标？哪里立委拢爱吴钊燮讲个清楚。我们一步一脚印，才能够有现在的这个成果。安全层面或者是在经济贸易层面，我们都会加紧脚步，让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好。台湾甲美国关系唔捌了好诶，唔拿华府高层少年出来台湾，台美经济商业对话嘛伫进行，是讲台湾的国际地位依然需要争取。全球气候甲能源市场联盟将包括台北、高雄等6岛列入中国的一省，引起6岛市场的不满，甚至直接讲若无要改，就退出联盟。外交部嘛随抗议，直接到这个联盟的总部，要求他们更改为我们原来的这个会籍名称。我们尤其高兴的事情是，这一次6都的市长立场全部一致。面对来自台湾的抗议，市场联盟伫27暗时将中国2字提掉，朝野团结嘛为台湾争取回咱应该有的国际地位。